其实，在去年大概9月9月、10月的时候，其实冷链的技术跟它的一个分布，其实跟现在已经差别很大了。到1、2月的时候，其实相对的我们这个冷链的布局就比较好，那相对可以施打的能力，就储存的能力相对比较好，所以可以增加那样的一个量。然后第二个就是，我想至于在中间大概。因为我们没有直接跟上海复兴做接洽那中间有透过几家厂商就宣称有这样的一个相关的授权，那有谈过一阵子，那后来我们还是继续跟 BNT 的总公司谈。那关于就是我刚才讲过，就疫苗还是要它的一个安全有效嘛那可以买，那愿意打那当然有人就很多人都愿意打，想要打。那当然就会去提出相关的修法。那至于在目前在本部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刚才讲一个技术性的资料稍微缺乏，那专家也没有对这一个提出一个特别的一个建议。那另外我就不知道说喜欢打的人有多少了所以在目前，那我们其他的布局也渐次的完成。那但其实都不能够排除任何的可能性，在面对疫苗的时候。今天就是说，万一有特别好、特别神奇的状况，那整体中大家可以信任，那我们也没有必要一定要排除不可嘛，这是在目前的时空环境里面，并没有这样的打算。那至于说会不会在，我们当然是尽量，我们当然就希望说，在这个疫苗在施打，我们都看得出来，它其实就是。不同的厂牌、不同的储存、不同的冷链，那还有就要打2剂，那可能每一种不同的厂牌又有一个年龄的限制，等等，那加上我们一个先后顺序，其实总合起来是蛮复杂的那我们希望大家可能想要打的时候，大家也不希望就是说那个程序上太过于繁杂那拖累了我们整体的一个施打的效率，所以希望把它资讯化，把它做好，那因应。一旦要打疫苗的时候，那效率上可以提高。那至于什么时候打完，那可能要看供应的速度，可能这影响是更多的。对外国来采购那我们现在仍然在持续中相关的就是也没有完全都说不要那但是在后面的有更多的话，那我们当然是要仰赖我们国产的疫苗。我想。目前在国外一般而言，大家所看到进入到3期临床的疫苗，如果他们有发表足够的这些的资讯的部分，我们都持续在关注。那举个例子，想说那个 Johnson、Novavax 或什么等等的这些的疫苗，我们都有跟他们保持在联系，在持续接触当中。